们的慈悲的对境就是所有第一种的众生、恶鬼中的众生、畜生中的众生、天道、人道、阿修罗道，整个六道。我们就是说三界有的时候就是说色界、欲界、欲界无色界嘛，也有的时候就是地上、地下、地上，然后就是在那个虚空有这样的说法，但这些说法都是一样的。总之来说的话，就是六大轮回，都是在六道轮回的范围里面。所以六道轮回中的所有的众生都是曾经都做过我们的母亲，所以就是没有办法从这里就是我们不用去管的这样的众生也不存在，我们讨厌的众生也不存在，所以我们就特别就是执着的众生也不存在，都是一样的。所以从这个因果机制也这样的一个修持的方法里面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要喜爱，首先我们要就是喜欢上所有的众生在因果机制的方面来说的，我们修持这个大乘佛教发菩提心的也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因果七觉，也就是敲觉的觉。那么这个部分来说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知母，要知道一切众生都是我们的母亲。因果七觉的这个就是7个过程的第一个就是知母，要知道一切众生都是我的母亲。第二个呢就是念恩，相念的念，恩德的恩。一切众生都是我的母亲，要知道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主要是母亲就是有恩的，对我有恩的过。所以呢，比如说你这一世的母亲跟你比较感情比较没有很好，你就感受不到你母亲对你有什么那个恩德的情况下，生生世世的母亲都不是这样的。实际上你这一世的母亲也是对你本身是很有恩德的，但是因为你自己的个人的这种想法，有些人觉得好像母亲对我也并不是有很大的恩德，会有这种想法的人也是有的，人是很可怜的，众生就是这样，但是都是有恩的，所以就是要念恩，就是第二个，必须得要长期经常都要相念母亲的恩德。那么第三个来说到就是报恩，报大恩德，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报大恩德是怎么去报答？报答恩德的方式，我们对一个父母的报答恩德的方式，实践的一切的这个利益，不如为他念一句观音心咒的功德。所以所有的报答恩德的方式呢，让父母进入佛门，让他们修持佛法，才是最大的恩德。所以我们自己也一样，为了一切众生发现，为了一切众生而修持佛法，才是真正的对所有的众生，对所有的母亲可以报答恩德的方式。然后第四个是慈心，慈悲的慈，对所有的众生要有慈心，慈悲的慈心。然后第5个呢就是悲心，对所有的众生都是要有悲心慈悲心的悲心。然后第6个就是真上一乐。真上一乐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必须得要知道为一切众生，要有这样的为一切众生做任何一个好事，做任何一件利益的事情，都是非常欢喜的，必须的要有这种欢喜心所以为一切众生做任何事情都是不求任何回报的一个这样的心，就是一乐心。真上一乐心，一乐心跟菩提心，最后就是菩提心。因为这样的7个过程，所以这7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对一切众生要有一个爱上所有的众生，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的基本的。这里不分男女，不分年少年老，也不分有没有地位，有没有钱财等等，这些都放下，然后我们就必须得要喜欢上，也可以说是
爱上所有一切的众生。那当然，你都根本就不喜欢的话，你又怎么去为他发心呢？所以这个非常重要，这就叫那个因果七诀。七诀诀是诀窍的窍诀的诀，也是大乘菩提心的七支要诀，发菩提心的大乘的发菩提心的七支要诀，这个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做回向啊。愿此讲法以品法之功德，和从无始以来自他生口意所修持的一切善功德，以及一切诸佛菩萨上师善知识们的无量功德，三界众生的一切善功德悉皆合集，回向于一切众生。祈愿无论在何地何处之高深大的上师善知识们，常住主持，法轮常转，祈愿吉祥安乐之源途，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殊胜教法，常就主持，度化一切有情众生。祈愿六道一切众生解脱各自痛苦，获得圆满四生五智，正等觉佛陀果位。于此功德愿证佛自心，降伏烦恼厌离之过患，生老病死汹涌之波涛，愿度众生解脱轮回海。闻说是以有梦之不现慧心亦复然，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承担，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复现殊胜心。祈愿患病诸有情，悉数解脱疾病苦，众生种种一切病，永得不再受病痛。祈愿药物具善效，持守密咒得成就，空心一即若刹那，具足圆满慈悲心。以佛所获三身之加持，法心不变真谛之加持，身中不退意乐之加持，如是回向法愿与成就。谢谢大家。哎呀。自尊作为着空